阿弥陀佛。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早上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今天师父要来为各位介绍这一章，这是今天早上师父写的，今天早上写的。那我感觉的，我应该要把这些自己所体会的心得啦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看这个里头的内容，看里头的内容。为真理宣扬是最有功德的。各位，什么叫做真理呀？佛用最大的智慧、最圆满的智慧，告诉我们世间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，一切都是空相，一切都是无我，一切都是无常。好，这个佛呢，用他的最圆满、最高超的智慧提醒我们，世间的真相就是这样，都是空的嘛，空的嘛，因为你带不走嘛。无常就是它变化多端嘛，你有健康，有时候会生病嘛，有时候成功，有时候或许可能会失败。那这些在佛的眼光看，这都是正常的，正常就是非常自然的现象，因为它本身存在的内幕就是如此的。所以佛要讲这个真理，世间既然讲空无常，所以我们不要过度去贪求啊，不要为这些外在过度的去执着，因为执着就是一直非要不可，就这样，非要不可，我一定要把它占有它，这种心态会造成你灵性上一直不断的污染。带着一个很沉重的包袱，一直往下堕落。人为什么不能跳脱？就执着啊！我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呀！那就为什么？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听真理嘛，你不懂得真理。所以，如果能够为真理来宣扬的人，最有功德了。佛讲的三藏12部经典，讲了49年的这样子弘法利生的工作，目的是干什么？帮助众生嘛，入佛智慧，要见佛智慧，要你们大家所有的众生呢，能够跟我佛陀一样的见解，对这个世间的真相你明白，才不会去颠倒，那都是假象，是假的东西，你不要痴迷哦，你要赶紧回头哦。那你既然不会贪，你就烦恼就减轻了，烦恼就是你不会患得患失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就告诉你，为了如果能够为真理在宣扬，到处讲经弘法的，那是很有功德的。佛这么告诉我们，最有功德，为众生服务是最为光荣的。你今天是一个被需要的人，一个人如果说你有能力，但是我就是自私自利，不愿意牺牲，不愿意付出，那你活在世间的价值何在呢？价值何在？一个人的价值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得到？就是因为有你的出现，带给众生很多的快乐跟幸福，也因为有你的出现，众生的痛苦马上得到改善。你的价值在这个地方充分的体现开来了，所以我们就了解，你今天有能力为众生服务，这是最光荣的嘛。你是一个被需要的人，是一个被需要的，一个被需要是多么有价值啊，是非常有价值，是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能够为众生来奉献来付出，来为众生来担待一些工作。这是最光荣的，我们觉得人生充满着华喜又有意义啊，很有意义。好，能够净化心灵是最有意义的。什么叫净化心灵？因为我们来这个世间，有一天一定无常嘛。无常就是说，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开这个人间。那你离开人间的时候，并没有结束啊。你的灵魂呢？你的灵魂还要到另外一个光明的宝地，怎么样能够如愿以偿的、很顺利的达到你的愿望？那你这个人世间的时候，你不要有太多的超凡啊，不要太多的欲望啊，不要太多的争强啊，不要跟别人有怨恨啊，
你这个心性上，你的灵性没有这些纠缠呢，没有这些挂碍，你的灵性是光明的，是亮丽的，你的灵性是开朗的，无挂无碍的啊，不会纠缠不清的。那我们能够把这个心灵，就是你的神识，把它净化、清净，让它清净，能够有所变化。你想想看，这是最有意义。我们来这个世间才有这个目的嘛。我们不是让自己越来越污染嘛，越污染，那你就以后你就牵肠挂肚了，你走也走不开，跳脱也脱离不了。你想想看，不是很痛苦吗？所以我们明明知道，就能够把我们的神识，就灵魂照顾得很完整。很完整，没有遗憾。那你这干净的灵魂就去干净的地方嘛。这个就是我们来世间最有意义的事情呢。我们不是为了要每天这样争名夺利的，然后搞到自己呢七荤八素，每天神魂颠倒。那到最后呢，要走的时候，你所有的地位、你的权利、你的金钱、财产，是不是也能跟着走呢？没有啊。没有啊，也没有啊，就是你的灵性要去，你越能够放下，你的灵性就越光明，你就越更快速的缩短时间到你理想的宝地。你看，所以我们来这个世界净化心灵是最有意义的了，最有意义的这一点呢，方向不要搞错了，不要搞错，我们要让自己越来越提升，越来越提升，越来越进化。就是我们的灵魂不要去堕落，这个很重要。为解脱生死是最为正向的。我们来，你看生生死死不断的轮回哦，不断的轮回哦。所以人世间最大的悲哀在哪里？我们跳脱不了，不能把生死给斩断，这是人世间最悲哀的。你学问救不了你的生死，你的社会地位救不了你的生死。你再大的学问最大的能力，你也改变不了你面对的死亡。你没有办法，死亡是平等的，有一天它一定会来的。但是要来的时候怎么办？你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在一口气还活在世间的时候，你已经准备为了解脱生死在努力了，在努力，我就解脱生。我知道要念佛。我知道有宗教信仰，我知道有做人的品德，我都知道。我好好的把基础扎根了，把这个该有的条件，我把它怎么样？把它具备，把它具备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只要经常行善，你到临命中，我们不怕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对社会贡献很多，所以你不必怕死。我们最怕的是没有准备。每天就自私自利，就在名利当中打滚打滚，在里面这样抢躲伤害别人跟别人结怨结仇，所以你没有为生死在准备。有一天，你不管你有再大能力的人，面对的死亡面前，大家都是平等的。那你要离开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如果你平常就行善，有多多的念佛我为了解脱生死，把生死给解脱，就是不要受生，不要受死。面对着生死来的时候，我能够很自由，我很自由，自己能安排。那这个人呢，是最为正向，这是最正确的方向了。这个人有智慧，这个人有脑筋。他看清楚这个世间的内幕，不是为了虚幻不实的东西。这么你看你争我夺的，不会。他知道说这个世间这是假象，我要为我未来的道路。那未来的道路是几百万年、几千亿年的时间。目前来讲呢，我们活在世间，给你人生不满白常怀千岁忧我们一个人，你就是我们现在看一看，能够活到100岁的，到底有几位吗？到底有几位？各位，少之又少。但是如果说我们准备好了，这为了面对的生死的时候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以后是千百亿万年的时间，
你的灵魂神识着住在一个安乐、非常祥和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。你想想看，你为什么不准备呢？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类世间投胎是最正确方向的一条道路，光明大道。所以各位，这简单的几句话来提醒大家，我们互相鼓励，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利、对别人有利的这样一个行为举动，以后让你自己充满着无限的华喜。我们要面对死亡，我们自己一点都不畏惧啊，不害怕，不恐慌，能够安乐自在的含笑归途。我就要去见阿弥陀佛了，因为你已经都准备好了，你的心里面老早就有这种认知啊，有这种认知。所以师父用这样几句话来给各位大家结缘，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